讲到今仔日呢，是这正过初二，过年连假的第6天，全台湾是天气拢真好，高速公路的车也变较济啊。这高公局预估讲，今仔日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倍半，上北落南拢总摊。那讲就是天气方面呢，今仔日这时有较烧热，那明仔载初3水气变较高，中南部、东部拢会落雨。请照顺序摆伫现场，摆甲长乐路。初二等于外头厝，未少人到清水地一公园，每一个转口拢客满游客要煮物件，人车受够多。宜兰警方也加派人力伫疏河这所在加强疏导。预报高度出现车潮，公路上磅宜兰到平南时速报到40公里。高公局提醒恐惊要踢到半暝啊，初3会搁较塌。在国道5号北向，则是从明天早上10点开始有车多拥塞情形，会一直持续至隔天凌晨的3点左右。下晡开始，国道上北车道车愈来愈多，高公局有估，初二交通量是将近平常时的1.5倍。有估初3上北也有真侪路段塞车，而且继续到暗时。另外，伫天气方面，太平山透早出现美丽云海景象，只有0度左右。初二平地上气温出现伫苗栗大湖，只有4.8度。气象署表示，初二之时继续回温，暗过到初3水气增加。明天初3，水汽会慢慢由南往北移动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请大家携带雨具备用，而且可能是先从南台湾先开始影响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地区。初二之时较烧热，暗过暗时到透早也是出现低温。到2月初4、初5有方面接近台湾，这方面有雨。下礼拜2开工日会有强烈冷空气衰气到位，目前按算会有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登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